一個成功嘅醫療產業或者一個成功嘅產業咧，其實有3個好重要嘅元素。第一係人才，第二係資金，第三係科技。咁啊，正話其實即係阿林醫生都有講咗一部分嘅事情，我唔重複一啲數據，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 IPO 係全世界最多，而亦都政府亦都做咗一啲事情咧，係令到推進呢個科技發展。反而我哋要睇翻而家點解我哋嗰個產業仍然或者係資金仍然未能夠落地到位。重要嘅係我哋而家有嘅係有人才，我哋無論係科研或者係我哋嘅服務業，即係醫療嘅服務業，其實都做得好好，水平都好高。但係人才嗰方面夠唔夠呢？呢個要考慮。另外就係資金，資金就係正正就講吸引落嚟。資金好直接嘅就係佢哋係要求係一個回報，或者係一個有冇一啲優惠政府俾到。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喺稅務或者一啲優惠可以俾到一啲資金再落嚟咧，落地係容易。咁當然其實我哋最好嘅一個優勢就係大灣區本身做一個好好嘅基地，無論係一個科研又好，或者係資金嘅移動都好咧，其實都係唔錯嘅。即係因為都吸引到香港嘅資金落嚟，即係落嚟香港去投資。咁正正我哋有科技有人才嘅話咧，我覺得係可以做到呢件事。但係其實如果要再推動嘅話咧，我覺得其實有啲事情可以做到。咁就係例如話係即係增加一啲，即係加快一啲審批嘅流程。其實而家無論係一啲嘅藥物也好，或者係一啲器械也好，其實個審批流程其實都可以再快啲，令到即係一啲資金或者一啲嘅公司落嚟落戶咧係吸引。第二就係會唔會有一啲嘅優惠可以俾到佢哋？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都有個實際嘅經驗，就係話想喺香港科學園落地做一個生產，但係原來發覺有啲條件未必可以適合到。所以我希望喺呢一度咧，其實一個好嘅題目2分半鐘係講唔完嘅。但我覺得喺呢一度嘅時候，大家要去努力，或者政府或者係我哋即係科技人員都要努力，同埋大學都要努力，一齊去做好件事。係啦，喺呢度就多謝大家。跟住落嚟係第2條題目，香港人口進一步老齡化。如果你當選，你有乜嘢嘅建議推動銀髮產業嘅發展，並且鼓勵科技應用，以提升長者嘅生活質素呢？有請2號候選人，你有2分半鐘嘅時間。我相信大家都係知道老年化其實都係一個好迫切嘅問題，因為2023年嘅資料咧，其實我長者已經係去到170萬，咁係都迫在眉睫。而喺2022到23年咧，其實74% 嘅老人家咧都係有慢性病。咁所以喺呢一度嘅時候，其實我哋應該要分開2個情況去考慮啦，就係我哋照顧長者同埋銀髮經濟係2件事情嚟。咁照顧長者其實我都知道，而家其實香港嘅安老服務其實都幾嚴峻。咁所以咧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咧，推動社區同埋家居照顧咧，其實係一個大方向，我亦都覺得應該係需要做多啲。尤其是係即係護理同埋一啲職業治療，佢哋都可以幫到一啲即係 friendly 即係嘅情況，令到長者可以安心喺屋企安全地去做呢個護理。咁另外就係關於呢個銀髮經濟嗰度咧，其實我覺得咧好多時候咧，大家有一個睇法，其實呢個係好好嘅一個市場可以做，但係其實我哋去同老人家做服務也好，或者係做經濟都好咧，其實我哋往往咧都係要清楚一個尊重嘅情況，而即係有陣時唔係解決一啲長者嘅問題，而係基於一個尊重。咁所以喺呢一度嘅時候咧，喺推動呢個銀髮經濟或者係一啲即係長者嘅生活質素嗰度咧，喺呢方面咧，可能喺政府嘅政策或者喺一啲公司嘅角度咧，可能會有啲唔同。咁另外咧就係再講翻有啲嘅高科技，例如話係一啲即係高端醫療或者係唔係高端遠端醫療，即係啲 tele 即係 health 咧，嗰啲都可以幫到咧。係更加好 monitor 或者係去睇翻咧老人家一啲嘅生活健康嘅需要。咁喺呢一度嘅時候咧，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大灣區嘅合作。咁大灣區合作有陣時我哋都冇辦法，即係香港嘅成本比較高嘅時候咧，有陣時可能喺醫療或者人才方面咧，亦都可以喺呢一度咧做一個推進。推進嘅意思就係希望可以，其實而家政府亦都係做緊呢一個嘅政策。去令到一啲長者可以係好舒適咁係做一啲即係安老嘅生活。咁所以夾埋咧，我覺得咧都可以
令到長者嘅健康或者係質素咧係可以提升。多謝。